佢又繼續講啦，仲有啊，仲有中山紀念公園啦、香港公園、香港動植物公園、山頂公園等等噶。一樂就話啦，我都仲未有機會去過山頂公園行下。我就心諗啦，我都係啊。如果可以請爸爸媽媽喺星期六日帶我去山頂一日遊就好啦。夜晚返到屋企，我就同爸爸媽媽商量，決定就喺呢個禮拜六日去山頂廣場遊覽一番啊。終於去到星期六，爸爸媽媽咧就帶住我由津岸8號出發，去到花園道嘅山頂纜車站。我好興奮咁話，哇！原來呢個就係纜車，望落好特別喎。爸爸咧就話啦，纜車咧係世界上其中一種最古老嘅電動交通工具，成條鐵路都係用鋼索嚟拖行噶。佢又繼續話啦，呢個列車咧依山坡斜住，由海拔28米升到上去396米。沿途咧，我哋仲可以望住成個維多利亞港嘅景致啊！同埋比起坐私家車同埋搭的士，坐纜車仲可以減少碳排放添噶。媽媽咧就補充啦，坐喺纜車入面嗰陣，我哋嘅身體咧會不由自主咁樣向後挨噶。部分嘅路咧，斜坡嘅坡度有4度到27度咁多噶。腳下面嘅高樓大廈啦，好茂密嘅叢木咧，好似全部都斜晒咁樣啊，感覺實在好奇妙啊！我咧就忍唔住捉住媽咪嘅膊頭話啦，個車廂好斜啊，我覺得好刺激啊！不知不覺，我哋就到咗山頂啦。我落車嘅時候，呼出一口氣話啦，我覺得出面嘅大廈好似就快要跌落嚟咁啦，嚇到我講嘢都唔敢講啊！爸爸就話啦，唔使擔心，視覺效果嚟嘅咋，大廈係唔會咁易冧低嘅。之後我就同爸爸媽媽去到山頂餐廳食午餐啦。我一路喺度食住西式午餐，一路望住周圍嚟香港觀光嘅遊客，我個感覺自己好似去咗外國咁啊！爸爸咧就話啦，事不宜遲啦，我哋就去睇下山頂上面最有特色嘅景點啦。我好驚奇咁話，竟然仲有更加有特色嘅地方。媽媽咧就話啦，梗係啦，你中意嚟山頂遊覽啊？我就回答，我好中意啊，好似咧去咗外國玩咁樣啊。原來呢個係一個好有特色嘅地方，連啲外國人都好中意嚟噶。講完，爸爸媽媽咧就帶咗我去山頂廣場嘅觀景台。我一路望住維多利亞港嘅景色，一路忍唔住驚嘆，哇，真係好靚啊！媽媽就話啦，呢一個就係被譽為東方之珠嘅美景啦。喺返屋企嘅路上，我好興奮嘅話，原來維多利亞港係咁靚噶，我好想近距離咁睇下，好好地影啲相嚟留念啊！爸爸咧就話啦，咁我哋下次一於就去尖沙咀玩下，我哋咧仲可以自己帶啲食物同水，好好地享受下零碳生活啊！